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你即马所收听的是韩之之声广播电台，恒春啊艺术相机，由小弟恒春啊为恁主持服务。今仔日呢，要来甲大家开讲的就是即个乌多摆吼，迄车遐车靴啦，真怕。想讲我嘛有类似像即种的物件，只不过伊叫做遐讲啦。趁即个礼拜也无啥代志，穿出来垫一下啊。咱透早4点外，穿茶穿好，骑车出去黑白洗，垫一个我亲像车遐的遐讲啦。不哩个骑咧，咱咧想讲，安尼穿遐讲骑乌多摆嘛真奇怪，敢若要去巡掺水咧。而且咱安尼穿嘛无较怕呢。刘德华先生，刘德华啦，有讲过，给我一部车，跟他一模一样的。我咧想讲，我若有一台 NS225，我嘛走袂赢刘德华。所以咱穿这有啥物意义呢？一讲到刘德华吼，我的朋友讲哦，我先咧介绍电影迄《烈火战车》的刘德华啦。过来就搭一张相片给我看，我看了后就讲哦，若是这张相片，无毋对，我甲伊生得真相像。回归正题啦，本来是要垫一个，这就漏气啊！忽然间想到讲，有一个所在通好去啦，花莲光复啦。有人讲光复一堆秃鹫超人，就是咱讲铲子超人啦。其实，迄个所在嘛有真侪人无举秃鹫，共款做着超人的工课呢。唯一的共同点，拢穿遐讲啦。所以去光复做遐讲超人，我感觉嘛是袂歹呢。伫徛往光复的路人呢，我已经想好要做啥物工课啊。就是伫咧车头讲载，逆上先生囡仔兄。你有要去对，我来甲你载。一开始我拢找高人下手啦，2个3个这超载嘛无好啊，对毋对？载人去到伊要去的所在了后，就有其他人讲，我这嘛要载一个呢。这算阿达利袂歹啦。差不多呢，载点外钟，想讲我本来是国人牌啦，若去瓦行嘛袂歹。因为我看到真侪车拢有搭迄个一手就停的大纸，招手即停的贴纸啦。安尼我就免一个问讲，你有要坐车无？有一个嘛是咧做运送救灾人员的先生，就带我去因的驻点啦。负责调度的小姐呢，爱我伫咧白板顶悬，写着车牌啦，联络电话。过来呢，就按照伊的安排来出车。有时就2只3只，有时对一堆人，做我处理工载，因为有人就发消息来讲我需要几只车要调度的，算安尼，甲因安载来载去4架走，载来载去4架走，差不多要到下晡4点半，我就要准备转来高雄啊，毕竟一座路爱骑6、7点钟咧。这边走617公里，用了15.89粒的汽油，一粒大概走38.82公里。那依照豪迈10531档的老车，嘛算省油啊啦。伫咧骑转来路上我有想到一个趣味的代志。若是关庙的人来称呼花莲县的大家长，会安怎甲叫？司县长，司县长。时间也将近尾声咯，咱后一摆空中再相会，再见，拜拜咯。